Hello，同大仙有緣嘅網友，你哋好。大仙靈籤堂嘅目標係弘揚大仙嘅靈驗，有求必應，警惡除奸。有事要問係免費嘅，絕不收費。想人生順境，事事亨通，就要敬拜大仙啦。咁啊，話說啊，睇下 YouTube，咁啊彈出咧中年好聲音4啊，咁啊其中一個參賽者喎，咁咧講到佢啊，哇，即係唱得非常之好啦，係咪？有呢個什麼話馬國周深啊嘅美譽喎，咁啊周深啊，咁我呢排都覺得佢即係好好聽啦，係嘛？即係啲歌又演繹得非常之精彩啦，咁啊所以都特別留意啊。咁咧跟住去搜尋下佢啲片睇下啦，果然就幾厲害喎，係嘛？不過心就諗我點解佢即係歌藝咁了得係嘛？咁啊又有咁好嘅美譽係嘛？馬國周深咁點解好似都應該唔係話真係好紅喎？如果係好紅嘅咁啊，計正都唔需要嚟到香港參加呢個中年好聲音4呢個比賽啦，係咪？咁於是咧我就去Google 下睇下佢即係個背景到底係乜嘢啦。咁咧嗱 Google 到啦佢就話啦。中年好聲音4參賽者咧，尹景純啦係馬來西亞35歲嘅駐場歌手，咁咧就憑住佢獨特嘅女歌男唱嘅風格，就被稱為咧呢個大馬男王妃，同埋呢個東方不敗。咁啊，以細膩嘅柔情啦，高技巧嘅唱功就深受呢個喜愛嘅。咁啊即係喺呢個中年好聲音4嘅比賽當中咧就得到5燈嘅佳績喎，同埋好高分啦，有91分喎。咁啊，展現出佢穩健而且係持續進步嘅呢個舞台實力啦。咁啊，跟住咧睇翻佢嗰個亮點啦，個亮點係乜嘢啦？咁咧嗱。大馬男王妃呢個唔係好順口馬國周深好順口啲啦。咁咧就尹景純啦，就擅長演繹呢個女歌手嘅歌曲。咁咧曾經咧神演繹呢個愛與痛的邊緣，咁啊同埋夢中人，展現出極高嘅駕馭能力。咁啦嗱又話啦睇下先。呢度另外講嘅東方不敗啦，咁咧憑藉佢穩定嘅唱功同埋突出嘅演唱技巧，咁尹景純咧喺比賽當中咧，經常就獲得評審高度嘅讚賞喎，咁啊被譽為東方不敗。咁啊情感細膩，喺第18集之中啦，佢就以呢個路過人間展現咗更柔情深情嘅演唱風格，咁就減少咗炫技啦，而更着重喺情感嘅表達，咁啊獲得91分嘅高分好評，總之好評啦。咁啊持續精進，咁啊尹景純啦喺比賽當中咧，對自己咧就要求甚高嘅，致力於咧深層次嘅情感釋放同埋舞台表演，係本屆賽事中咧極具潛力嘅參賽者。咁係啦，咁大致呢個即係Google講佢嗰個重點啦。咁不過咧我即係搜尋啲片咧，當中睇到咧有一段咧係2017年嘅片嘅喎，就係當時咧去參加一個好似係台灣即係一個有嗰個唱比賽啦咁嘅咁即係我就心諗計正即係聽翻佢當時咧咁個歌唱技巧都好嘅嘞噃，但係點解好似即係佢而家都35歲啦，咁10幾歲開始參加比賽嘅喎，好似話咁但係一路好似都即係唔係話會大紅大紫咯咁我覺得就即係可惜咗少少啦，係咪？咁所以咧我就頭先啦，當然啦，又問呢個大仙靈籤啦，着重就係佢今屆喺中年好聲音4會攞到咩成績咧？嗱，咁喺呢度咧，首先就恭喜下呢位尹景純啦。咁可能真係有時地運嘅嘢就
就係咁樣啦嚇，即係你喺嗰啲地方啊，唔大紅大紫，可能喺香港咧就有得發揮喎。即係好似你睇下之前張雨晨啦，李金海啦，黃大仙簽都係俾佢兩個好靚嘅簽嘅，咁果然佢哋都係好成績啦，係咪？又受到歡迎啦嚇。咁講翻尹景純啦，嗱大仙咧俾佢一支咧，哇好靚嘅簽喎，係第一簽喎。嗱，又係用呢個電子靈簽問嘅，嗱就嗱好清楚啦，冇做假啦，你得到了第一簽喎，咁第一簽喎第一簽係咩簽咧？就係姜公封相啊，咁姜公係男士啦，啱啦男士喎，咁佢係男士啱啦，封相咁即係拜相啦，即係總之獲得成績啦，有成績啦，咁嗱睇翻呢度啦，咁見佢一路每次即係出現啦都啲評審都俾佢好好嘅評價㗎噃都讚賞佢啦，咁霎下眼睇呢度，咁外形都應該唔會太差嘅，係嘛？咁即係睇呢度就應該即係佢喺呢個中年好聲音4咧都應該獲得好好嘅成績嘅。咁簽就係第一簽啦。咁當然希望佢係攞到冠軍啦。即係睇落去第一簽應該都係冠軍啩，係上簽嚟嘅噃。如果攞到上簽，攞到第一簽都唔係冠軍嘅，咁就真係唔係好咩啦，係咪先？咁我喺呢度咧覺得咧應該佢係攞到冠軍嘅，相信佢亦都係攞到冠軍嘅。咁至於攞完冠軍之後，咁日後成績日後嘅觀眾緣啦，或者嘅名氣會唔會好上升啊？咁呢度真係日後先知啦，因為你睇翻之前某位啦係嘛，咁都係攞到冠軍嘅，咁但係都係即係黃大仙簽都係話佢攞到冠軍都冇用㗎，即係佢嗰個星途嗰個唱歌事業係冇乜大進展㗎，冇乜大進展㗎咁果然都係啦，係咪？我都費事講個名啦大家都應該知道係邊位啦，係咪？咁嗱，至於呢位尹景純啦。咁尹景純咁既然封得為呢個話馬國周心啦，咁我希望佢將來嗰個即係歌唱事業啦，都能夠好似周心啦咁光彩啦咁發光發熱啦，咁受歡迎啦。呢個當然我希望係啦，因為大仙咧都俾佢咁靚嘅簽，我當然希望佢咧呢個唱歌嘅事業一路啦喺香港啦有得總之發光發熱啦因為我諗香港咧真係佢嘅福地嚟嘅咁佢喺香港咧應該就有好嘅成績嘅，咁我喺呢度咧衷心祝福佢。